歡迎返嚟，你而家聽緊嘅係蘇胎靜語，慢一啲，靈魂先至跟得上。喺呢一段聲音入邊，你只需要靜靜停落嚟。我係 Tyra， 今日呢一集對應雙螺旋之書入邊地球隱藏秘密嘅第一篇章——地球劇場。呢一個唔只係一個篇章嘅延伸，而係我哋一齊重新讀返歷史之後，俾靈魂親口講出：我睇見啦，我想寫返自己嘅故事啦。你覺得呢一切似唔似一早已經排練過嘅戲呢？由細到大，你可能曾經喺某啲瞬間突然之間覺得成個社會、成個人生，甚至乎成段歷史就好似一出重播得太多次嘅戲。你睇到世界喺度喐，但感覺唔到真實。你感覺到人喺度講嘢，但內容就好似讀稿一樣。而你就似一個坐咗喺觀眾席，忽然之間清醒嘅人。你望向咗舞台深處，問咗一句：呢個劇本係邊個寫嘅呢？呢一個提問就打開咗你嘅第一道光。歷史唔係真相，而係劇本嘅殘頁。我哋以為歷史就係事實，係記錄，係過去嘅痕跡。但其實地球嘅歷史係一場極精密嘅時間編輯工程。邊個先出場，邊個失敗，邊個勝利，邊個沉默，都早喺某一個幕後系統入邊被調整過。你之所以會覺得混亂，係因為你身處嘅呢一個時代，正正就係成出劇場系統出現裂縫嘅時刻。劇情開始唔流暢，角色開始出錯，而你開始醒啦。靈魂並唔係觀眾，係曾經寫過劇本嘅筆者之一。真正嘅你唔係台上演嘅角色，亦都唔係台下嘅觀眾，你嗰個曾經參與設計成個舞台嘅人。你唔記得係因為你選擇跳入套劇入邊，為咗親身體驗呢一段劇情係點樣被安排，點樣被封印，點樣被解碼。而你而家開始質疑，係因為你手入邊嗰支筆喺度發熱，去提醒緊你，你唔單止可以醒返，你仲可以重新編寫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靜心嘅練習，想象我哋返去劇場嘅幕後間。而家請揾一個可以令到你安靜呼吸嘅位置。呢一段靜心練習會帶你行返去靈魂觀察嘅位置。吸氣，想象你喺觀眾席企起身，慢慢向舞台後方行。你行過一片黑幕，穿過光線同道具，最後你行入去一個冇人留意到嘅空間。入面放住一本劇本，打開佢，入邊有你個名。你輕輕咁坐低，翻到一頁，嗰個係你而家人生嘅呢一幕。讀一讀佢，你可能會感覺心口有震動，或者有一股記憶諗翻起。再吸一啖氣。你輕輕捉住支筆，寫低咗一句說話，唔係為角色，而係為你自己。我願意開始為自己寫低唔同嘅未來。我選擇離開角色嘅命運，返到靈魂嘅自由。你唔只係行出框架，而係開始畫出新嘅舞台。你唔需要知道全局，亦都唔需要解構成個歷史，
你只係需要喺你日常入邊，每一次感覺唔對路嘅時候，多停留3秒，問一問自己，呢一段劇情係咪我真心想發生嘅呢？呢3秒就係你靈魂嘅編劇筆。慢慢你會發現，你唔係改變緊個世界，而係世界開始改變，因為你寫咗新嘅一頁。你絕對可以重寫你嘅歷史㗎。你有冇諗過，原來我哋身體上面嘅某一啲痛，心理上長期困擾嘅焦慮，以至生命中反覆出現嘅關卡，其實可能都源自一段你已經唔記得，但頻率仲存在緊嘅舊記錄呢？而當你開始記得你唔係受害者，唔係命運嘅公仔，而係一位擁有筆嘅靈魂，你就會發現，其實你唔係要改變歷史，你要改變嘅係你對歷史嘅意義賦予。你所謂嘅前世或者阿卡西記錄，唔係遠古嘅事蹟咁簡單，而係一張記錄你靈魂震動軌跡嘅能量地圖。而每一次你帶住新嘅視覺重新行入去，你唔單止係觀看，你仲係重新編寫。我唔係話事件會消失，但你嘅內在對於佢嘅震動反應會改變。你可以選擇放低罪疚，釋放恐懼，化解匱乏。你可以選擇用新嘅頻率睇返舊嘅故事。當你改變咗你對某段經歷嘅定義，你對未來嘅嗰一頁亦都唔再會受佢束縛。所以今日你聽完呢一集之後，不妨喺心入邊問自己一句：有邊一段我以為係過去嘅痛，其實係等待我重新理解嘅光呢？多謝你今集嘅陪伴，你今日唔單止係聽，我知道你內在有一頁已經開始書寫。今日你想為自己嘅人生寫低邊一句台詞呢？甚至你係咪願意相信你仲揸住緊嗰支筆呢？下一次我哋會返到《光之故事》第2章，探索你嘅靈魂係點樣穿越維度，經歷第一次失落。你啱啱聽緊嘅係蘇太靜語，慢一啲，靈魂先至跟得上。願你喺醒返嘅呢一出劇入邊，唔單止係觀眾，亦都開始成為真實嘅創造者。